台南市的城市中心会，在现在的承德剧场、永福路全美戏院的承德剧场，来成立，到今年正好满49年，所以在明年就是我们满50年的一个纪念日。敦睦俗称江中敬祖。台南市南市中青会29日伫富林餐厅举行会员大会甲制作仪式，会中恭请开宗圣王、陈永华老祖、忠顺圣王以及1300外当的忠顺圣王先祖教宗主教管理，共同见证陈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情谊。自从台南市南市中青会第1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开制作圣典，由台南市南市中心会理事长陈三伦孙领，世界南市中心会总会长陈进煌，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田林宏。活动期间，台南市民政局长蒋林煌、前台南市社会局长陈英基、社会局专委陈义军、立委陈廷辉。台南市议员陈义珍以及来自全台各地台南市总长，也拢来到现场见证祝贺。咱台南市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心，会使讲非常的这个团结，非常这内面吼，尤其阮阿三哥迄个变动时啊，对市政府后需要的部分啊吼，比如办啥活动，伊拢会当甲伊上优良的产品捐献互迄个阮市政府。做公益事业，非常这个的，所以咧，阮阿三哥叫我来，我当然爱来啊。台南市省份有遮济吼，各国的这个各别的这个会遮济吼，咱一直咧想讲吼，要安怎样来甲箍起来吼，咱共同来为着这咱台市中心来互相帮助，互相来努力。哦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人不亲血亲嘛。哦，这是重要的。我想底下那怎么样？未来咱可能会朝这方面继续来大家更多来努力来发展哈。今天的会员大会呢，来自全省各县市的理事长，尤其是我们世界城市中青会的总会长陈正全总会长。那么，因为呢，明年是我们台南市城市中青会创会50周年，也是我们台南3级古迹承德剧堂360年，所以明年呢将扩大举行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、世界几个国家都会来参与，所以我们今年呢在此就宣布，让各位我们城市中心都能理解，也希望大家来共同见证台南市50周年以及承德剧堂360年的聚会。理事长陈三伦表示，明年就是台南市中青会成立50周年的日子，中青会将会扩大办理庆祝活动，会邀请全国以及世界各地中青代表，做伙回来到50当前的创会地，也就是台南市定古迹承德剧堂举办制作仪式，也欢迎所有台南市子弟做伙来参与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